你有冇諗過點解全世界75%嘅地區靠右行車，但係香港同英國、日本呢啲地方就偏偏靠左行駛？究竟邊一邊先係正路啊？今日同大家傾下向左走同向右走嘅故事。大家好，我係金仔。睇片之前請點讚、訂閱、建設性留言同埋叮叮，多謝大家。至今仍然沿用左側通行嘅國家，主要係曾經嘅英國殖民地。喺中世紀，大多數人都選擇左側通行，咁樣亦都係為咗避免被路上嘅馬車撞死。同埋當時嘅社會比較混亂，劈友係非常普遍嘅。大家嘅武器主要係劍，但係劍出街嘅人都中意走道路嘅左邊，咁樣劍客就能夠用右手拔劍，快速劈死仇人。到咗18世紀，農夫拖住巨型嘅馬車運貨，車夫通常坐喺最尾左邊隻馬嘅馬背，因為佢哋要用右手揸 can 繩，同時要睇實左邊有冇車撞過嚟。如果靠左行，車夫咪要扭轉頭望，咁樣好易撞車，搞到人仰馬翻。法國大革命之前，啲貴族扮晒嘢，專係左邊行，逼平民行右邊。點知革命之後，班貴族驚死，竟然扮平民特登行右邊，搞到1794年巴黎直接立法，全部人靠右行。跟住拿破崙橫掃歐洲，打到邊就逼人同法國靠右行，得返英國頂得住，冇跪低，仲喺1835年立法堅持靠左行。所以今日所有英聯邦國家都係繼承咗呢個抗拿破崙傳統。喺英法各自立法確認道路係左上右落同右上左落之後，世界上其他國家基本上都係照跟。到呢個時候，各國嘅道路方向基本上已經定落嚟，但係都有幾個國家嚟到最近呢幾十年先進行改變。1970年，緬甸軍頭萊溫突然下令轉靠右行，傳聞係聽咗巫師話，但係當時全國啲車都係右軚車，結果成日撞車。你而家去緬甸仲見到啲交通燈裝錯位㗎。如果你仲敢去緬甸嘅話，瑞典1997年搞咗場 H 日行動，凌晨5點全國即刻轉軚靠右行。事前80%人反對，但係政府話隔離挪威、芬蘭都靠右，我哋啲左軚車成日撞啊。結果瑞典嗰日交通大癱瘓。其實冇話邊面正確㗎，純粹係歷史巧合。不過有樣嘢好重要啦，方向盤位置要跟行車方向㗎。靠左行咧就用右軚車㗎，咁先睇得清對頭車。如果亂咗，你明嘅。咁所以話下次去旅遊咪笑人逆行啦。咁大家只不過跟緊祖師爺留低嘅保命秘笈啫，覺得有趣嘅記住俾個 like 同訂閱啊。本期話題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你想點啊？冷靜啲，聽住前面。唔係啊，叫你冷靜啲㗎啦！如果因為你唔冷靜，搞成咁啦。